起初神創造天地萬物，並按着自己嘅形象做了亞當同夏娃。樂園夫妻喜得主人眷。管理萬物隨如願，夫婦一直令主人天天喜相見，千秋定萬年。神嚴禁，聲聲吩咐莫臨近靠前，就是那園林有果禁樹。神吩咐亞當說：園中樹上嘅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詭計導人擇吃善惡果子，主他得悉譴責心不堅，招致禍劫永生難言為幸存。此後神人兩隔離遠去遠，罪野照死惡果後代傳，血越了怎緣確實可憐，主他是人才將大愛顯，差子基督於磚下降，荊棘帶上像箭穿，邊邊血肉似。唉，定神痛苦來臨，若世主再現，真光驅散陰霾，莫在苦哀甜。這世上禍劫斬不斷，魔障罪孽常傳。各異教爭辯，多少鬼怪假神，令你心不專，起戰亂，為了貪不
爭鬥浴血難圓，今生莫眷戀，靠主復愛憐，互相寬恕，願破冰釋前嫌。萬國喜歡見，高歌同頌讚，破鏡月重圓。拜謝聖人，笑聲喧，天家相見，破鏡重圓。欣然開懷，高歌讚詩篇，讚頌基督榮耀永長存。天家重聚愛無邊，